楓橋夜泊，張繼。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楓橋夜泊係唐代詩人張繼寫嘅一首詩。喺一個安靜嘅秋夜，詩人將船停喺蘇州城外嘅楓橋邊。呢個時候，月亮慢慢落下，天色變暗，偶爾聽到烏鴉啼叫，寒冷嘅秋霜布滿天空。江邊嘅楓樹同漁船上嘅燈火喺黑暗中閃爍，陪伴住難以入眠嘅詩人。正當夜深人靜時，忽然喺姑蘇城外嘅寒山寺傳嚟咗陣陣鐘聲。呢度悠揚嘅鐘聲穿過夜空，飄到詩人嘅小船邊。詩人通過描寫月落、烏啼、霜天、江楓、漁火同鐘聲呢啲景物，讓我哋彷彿都置身喺呢個寧靜又略帶憂愁嘅夜晚，感受到旅人在外嘅孤單心情。呢首詩雖然只有短短4句，卻生動咁描繪出一幅美麗嘅江南秋夜圖。楓橋夜泊，張繼。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